喂，嘉琪，今次珍稀拍賣第8期網上限時拍賣真係不得了㗎！今日介紹其中15件精品，件件都係歷史貴寶，仲有啲係全球僅存幾枚，你有冇心水啊？阿華，你知我中意啲有故事嘅古董，今次啲拍賣品真係好有 feel， 光緒真鈔、民國樣章、匯豐試色票，仲有全6年號，簡直係財運同歷史嘅完美 combo， 快啲同大家介紹啦！好，第一件係光緒墓新年1908年湖南觀前局省平竹銀5兩，起拍價港幣6000蚊。呢張係晚清官鈔 PMG 25評級，雖然有少少修補同墨跡，但百年歷史嘅味道簡直係穿越時空嘅感覺。真係好有氣派，清末金融風雲嘅見證，藏家見到一定心動。呢張鈔票好似同你講緊當年嘅故事，6000蚊起拍真係抵玩。阿華，下一件係咩？下一件係民國時期汕頭廣匯莊5元設計樣章，起拍價港幣3800蚊。呢張係香港印刷廠出品，改咗 Specimen PMG 62評級，少少瑕疵，但魅力無減。嘉琪，你覺得呢張點樣？好靚啊！民國時期嘅設計真係好有格調，仲有 Specimen 嘅獨特標記，感覺好似揾到寶藏咁。3800蚊起拍，藏家唔好再等，快啲搶啦！講到寶藏，第3件更誇張。民國3年潮州恒泰銀莊10毫設計樣章，起拍價港幣4000蚊，同樣有 Specimen 標記 PMG 62，少少泛黃同埋裝裱痕跡，但歷史感爆棚，係貨幣史上嘅貴寶。哇！呢張好似民國初年嘅金庸縮影咁，4000蚊起拍，性價比真係高。阿華，你話藏家會唔會1秒搶晒？哈哈，應該會。第4件仲誇張。1900年天津麥加利銀行5兩庫存票，起拍價港幣18000蚊。呢張全球僅3枚 PMG 64平頭冠軍，邊紙有少少撕裂，但完全無損佢隱形王者嘅地位。18000蚊真係貴得有道理。呢一張係收藏界嘅傳奇，錯過真係會喊。快啲講第5件啦！好。第5件係1929年天津麥加利銀行50元庫存票，起拍價港幣15000蚊，全球僅4枚 PMG 64冠軍分，未修復但歷史價值無敵。嘉琪，你話呢張係咪藏家嘅夢中情鈔？絕對係，50元高面值，仲係麥加利銀行，簡直係鈔票界嘅獨角獸。15000蚊起拍，藏家唔好再等，快啲出價啦！第6件係1953年人民幣3元鈔票，起拍價港幣25000蚊。呢一張係新中國初期嘅真品 PMG 55，序列號5864363，設計精美，歷史感滿滿。3元鈔好少見啊，25000蚊起拍，感覺好似揾到新中國嘅回憶咁。藏家一定要捉住呢個機會。下一件係咩？第7件係1952年匯豐銀行500元。起拍價港幣10000元 ，PMG 55 EPQ 序號 D831162，見證香港金融輝煌。呢張色澤鮮艷，保存超好，係匯豐粉絲嘅心頭好。匯豐嘅經典紙鈔，收藏價值同歷史意義都爆燈，10000蚊起拍，真係抵到笑。阿華，仲有乜嘢好嘢？第8件係1972年匯豐500元試色樣票，起拍價港幣20000元 ，PMG 64層裝框，但色彩獨特，見證香港金融史。呢張係匯豐迷嘅終極夢幻品。試色樣票好罕有啊，20000蚊起拍，感覺好似搶到限量版名牌袋咁。快啲講下一件。第9件係2013年中國銀行1000元鈔，編號 DJ 666666，起拍價港幣5000蚊 ，PMG 64 EPQ 年號6，寓意66大順，財運爆棚。哇，全6年號，呢張係財運符啊，5000蚊起拍，送禮定投資都冇得輸。阿華，仲有咩驚喜？第10件係1976年愛爾蘭中央銀行20磅鈔票，起拍價港幣5000蚊。PMG 66 EPQ 序號94 X036200，設計充滿藝術感，係愛爾蘭嘅綠色貴寶。
好有異國風情，5000蚊起拍，藏家可以揾到愛爾蘭嘅歷史縮影。下一件係咩？第11件係1953年發屬印支200蚊鈔票，起拍價港幣5000蚊 ，PMG 63，序列號 B990985，帶少少釘孔同鏽跡，但殖民時代嘅歷史感無可取代。穿越時空嘅感覺，5000蚊起拍，性價比真係高。快啲講下一件啦！第12件係廣東省造光水元寶7前2，1891年鑄造，起拍價港幣12000蚊 ，NGC AU55 認證，工藝精湛，清代銀幣嘅經典。呢枚銀幣好有古代韻味，12000蚊起拍，藏家同投資者都唔可以錯過。仲有乜嘢？第13件係民國元年四川軍政府刊製銀幣5角，起拍價港幣2萬元。PCGS MS 62金盾認證，歷史同收藏價值爆燈。民國元年嘅銀幣簡直係時空使者，2萬蚊起拍，藏家要捉住機會啊！下一件係第14件係雲南小鹿頭正銀1兩，1943年起拍價港幣1萬蚊。NGC AU55鹿頭圖案栩栩如生，民國雲南嘅獨特魅力。小鹿頭好可愛，1萬蚊起拍，收藏同升值潛力都好高。最後一件係咩？壓軸係1868年香港維多利亞1元銀幣，起拍價港幣28000蚊。NGC 鑑定，香檳式包裝，品相 UNC， 歷史同收藏價值無敵。哇！呢枚係真傳世珍寶，28000蚊起拍，藏家唔好再等，快啲競標啦！係啊，今次珍稀拍賣會真係件件珍品，機會難得。拍賣日期係2025年6月28號下晝2點，網上限時開拍，大家快啲準備好，搶你嘅心頭號。唔好再等啦，快啲上珍稀拍賣網站搶拍呢啲歷史貴寶，同我哋一齊擁抱財富同歷史嘅傳奇。珍稀拍賣第8期拍賣會，等你嚟競標。